自2024年8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美善的上帝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历代志下卷》第5章第2节到第6章第2节。安尼，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。所罗门将伊的老爸大卫所献的金银甲器具，拢带入去下伫上帝圣殿的府库。迄时，所罗门召集以色列的长老、逐支族的首领，以及逐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，要迎接上主的约柜，对锡安的大卫城运起来圣殿。7月的做期，以色列人拢聚集伫王遐。以色列的长老拢来，遐利未人就将约柜起来。祭司甲利未人将约柜、会幕以及布边内一切圣的器具扛入圣殿。所罗门王甲聚集伫遐的以色列全会众，伫约柜前献牛羊做祭物，祭物做甲算袂得。祭司将上主的约柜入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下伫指定的所在。天使基路伯十股下面，基路伯伫下约柜的所在的顶面，踢开因的室，遮砍约柜，甲扛约柜的杠。杠真长，杠要伫内殿前的圣所看袂到，对外面就袂当看到。到今仔日，杠还伫遐。约柜内面只有2块石板，以外拢无别项物。石板是以色列人出来集地，上主伫何烈山甲因立约的时，摩西所下。所有伫圣殿，无论属倒一个班厝服侍的祭司，拢已经洁净家己，应对圣殿出来的时，利未人的中间负责献诗的，就是亚萨、希曼、耶杜顿以及因的后代甲亲族，拢穿幼麻布的衫，徛伫祭坛的东边，摕拿钵、瑟甲琴，阁有120个祭司摕喇叭甲因做伙伫遐。遐个分喇叭的、唱歌的，和谐做声，称赞感谢上主。因用喇叭、拿钵、乐器伴奏，大声称赞上主讲：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迄时，上主的殿福分充满。因为安尼，祭司袂当继续服侍，上主的荣光充满上帝的殿。迄时，所罗门讲：上主捌讲，伊要踮伫密云的所在。我已经起一间东方的殿，做你永远徛起的所在。美善的上帝，约柜伫大了节受迎入圣殿，内面只有剩放2块石板，并无别项的物件。这2块石板是以色列人民对埃及出来，上主甲因立约的时，摩西伫何烈山甲因放入去约柜的。约是上帝慈爱的记号，因为安尼祭司唱讲：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首先，美善是上帝的属性甲本质。上帝本质是美善的，因为安尼，上帝的创造是美好的，伊的想事是美好的，伊的计划是良善的。上帝的良善，
包含主爱、信息、怜悯甲恩惠。主爱是对所听对象予伊满足。上帝疼世间人，搁要甲人团契，互人的心得到满足。信息是忠诚、真实、坚定不移，永袂放弃。因着上帝的信息，就算人违逆伊，伊要羞辱是主爱。怜悯是同情、宽容，特别是对遭遇不幸的人。恩惠是施落温情，特别是对不配的人。美善是上帝上奇妙的属性。基础，上帝所赏赐的拢是美善的。人类受造以来，总想透过身躯边的人事物来验证上帝的美善属性，毋过拢失败，因为互人讨厌的人总是伫身躯边出现，无愉快的代志总是在发生，内心想要爱总是得袂到。所以，咱对上帝美善就拍问号，开始质疑：伊是美善的上帝是无？伊所赏赐的拢是美善的是无？咱袂明白为什么好人善甲拢无，歹人却千金破银？咱袂明白为什么歹人身躯勇健，虔诚的人却踮病痛中得等死。伫有限的性命，咱实在无从得知真侪代志发生的因由。圣经约古书顶另外的是，有一日人将会明白一切，等到审判迄日，若简单上尾的判决是公正的，你会看见上帝对一开始对每一件代志的安排，拢有因由。你也会明白，伊让咱蕴藏真侪作为，也是差不多所有作为的用心，也是公正的。信心坚实的人，袂因为无从了解就怀疑上帝的公义、美善。人想要对身躯边的人事物来验证上帝是美善的，却袂记得用上帝是美善的眼光来看待身躯边的人事物，从中体验上帝的美善。最后，上帝赏赐为要互伊的儿女也成做美善。美善的上帝，以美善养饲咱，伊袂捌保留一项好处无互咱，只为着互咱迈向完全，互咱诚侪成熟美好的果子。愿上帝美善成做咱的身份，搁成做咱看待世界的眼光。愿咱坚定相信上帝所有美善的赏赐。愿咱诚侪结出美善果实的人，互咱的性命无时无刻见证咱所信的上帝是美善的上帝。默想，若用上帝是美善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礼拜以来我身躯边上惨的人事物，结果会有倒一寡无相款？若用上帝是美善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礼拜以来我身躯边上惨的人事物，结果会有倒一寡无相款？咱来祈祷，爸啊，我相信我是活踮伫美善中，就算生活未必然拢顺遂，我还相信你美善的带领，为着要互我诚侪美善，这真正是互人充满期待的旅程。感谢你对我遮尔好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